王兴啊，务必把这2000两银子分别交给卢捕头和小香桃，把他们安排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住下，嘱咐他们以后不要再回家了，以免遭人暗算。王爷想的甚是周到，奴才这就去办。永兴这个案子你处置的甚是圆满，朕很欣慰啊！皇阿玛过奖了，儿臣还愚钝得很，还需要皇阿玛多多教诲。朕看重你的地方，就是你办事仁厚。但是朕还要提醒你对为君者而言，君威是必不可少。要让臣子时时感到威慑，诚惶诚恐，不敢妄生觊觎之心。在紧要关头，不能心慈手软，要快刀斩乱麻，早做决断。否则的话，就会难以控制。若无君威相佐，仁厚恐怕就是妇人之仁了。儿臣记住了。皇阿玛，这次谋刺案的幕后主使又是何人？用心极其险恶呀！儿臣以为必须除之而后快。哎呀，这事儿你着什么急呀？让他上蹿下跳吗？能跳出如来佛的手心吗？哼，就是当给朕逗闷子嘛。永远呐，记住，他的人头是将来给你立威用的，懂吗？谢皇阿玛。不要着急，儿臣明白。依朕看来，现在影响政局的各方势力，恐怕还对你未必心服。所以明年你登基之后，朕要以训政的名义帮你稳定政局，你看如何呀？皇阿玛训政，那是儿臣莫大的福分。起来起来起来！哎，谢皇阿玛。乖。哎呀，何大人，我问你，这2天嘉王府有什么事儿吗？有事儿，有好多事儿呢。跟我说说看，都是些什么事儿？成亲王和嘉王爷他们言归于好了，他们每天几乎都泡在一起，聊得可投机了，有时候一整个晚上都不睡觉，就在一起聊天。那他们都说些什么呢？奴婢也没老在身边守着，所以知道的也不多。不过，他们聊起过您，何大人。他们说过什么？2位王爷都怀疑刺杀案幕后的主使就是您，还说要禀告皇上呢。他们禀报了没有？那奴婢可不知道。好，宝贝儿，以后有什么事儿，及时向我禀报，多替你的母亲和徐端想想。哦，对了，我在河都府为徐端谋了个差事，只要你听话，将来就是富贵其荣。拜见王爷。吴师傅，免礼。王爷的书法又有精进呐。请问王爷，这张墨宝能不能赏吴某啊？喜欢啊，拿走。哦，谢王爷，谢王爷。这次王爷蒙受不白之冤，多亏嘉亲王为您洗清啊！你们的手足之情一定是更加深厚了。哼，这赃还指不定是谁栽在我头上的呢。手足之情，免了吧。
可吴母听说您和嘉亲王已经言归于好了呀。人家那戏都演得那么好了，我总不能不捧场吧？我算明白了，我要是再不装出个认输的样来，以后指不定还有什么别的祸事等着我呢。我怕了你了，我认输，行了吧？原来如此啊！说实话，吴某心里提起王爷鸣不平。别，你说别介，您在我这儿鸣不平，万一传出去，这又是我的罪过呀。我这回是真怕了，我服了，真服了。纳兰姐姐，你正好帮我把这封信托人给我带出宫外，交给徐端。怎么又想你的徐公子啦？你呀，真是该养一只鸿雁，天天给你们传情。你别老笑话我了，人家是有急事儿。怎么了？什么事儿啊？今天何大人跟我说要把徐端调到河都府去，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。跟何大人走得这么近，还能有徐端什么好啊？将来怎么被卖掉都不知道。我是写信告诉他，不让他去。对，还真是件要紧的事儿呢。那我现在就给你送去啊。王中堂，当初引起11哥、17弟和我之间误会的那份密折，现在可以说是已经真相大白了。其实改了曹御史密折的并非成亲王，而是有人嫁祸于他。我现在想知道的是，原密折所奏的内容到底是什么？王爷，我原来担心密折的事会引起夺嫡之争，所以就忍辱负重把它承担下来了。现在2位王爷已病逝前嫌，我也就不用再隐瞒什么了。这是原密折的草稿，请王爷过目。和珅收受贿赂、卖官鬻爵如此猖獗，必将搞乱整个大清的吏治。长此以往，朝廷无可用之人，令南行进步之，大清岂不是要大乱？必须尽快让他有所收敛。对，尽快制止，否则就来不及了。王中堂啊，那我们就还从和珅卖官鬻爵一事发难，弹劾和珅。好。我回去以后，马上联系曹御史等人，把密折重新整理一下，增添新的证据，呈给皇上。此事关系着大清的长治久安，拜托了，王中堂。王爷，为了江山社稷和黎民百姓，吾辈就是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。怎么啦？又想你的徐公子啦？哎呀，没有。哦，既然没有，那这封信看来也不用给你了。哎呀，你给我吧，好姐姐。谢谢纳兰姐姐。怎么了？他说他不要离开河都府。那是为什么呀？我也知道他的理想就是治国平天下，以前报国无门，现在终于有了机会，不想轻易的放弃。而且他也发现了河宫有许多弊端，正想有所作为，不想因为个人得失半途而废。挂儿，那个地方那么危险，我看你还是让他赶紧离开吧。他也说如果真想让他离开，他会离开的，但是
他只不过是怕我不高兴罢了。那你就赶紧写信让他离开那个河都府啊！难得有他喜欢做的事情，也是个好事儿。我再写封信给他，让他注意个人安危就是了。纳兰姐姐，我总觉得他在河都府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。快别说这些不吉利的话了。王爷，王中堂他们把折子拟好了，让我带来请您斟酌。王爷，门口有一位年轻的举子前来拜访，还带了封朱师傅给您的回信。有朱师傅的回信，快请快请快请。小生拜见家王爷。快起来吧。谢王爷。这位是广御史，给广御史请安。朱师傅的回信呢？朱师傅让我一定亲手交给家王爷。好。这封信来得太及时了。广兴啊，朱师傅认为我现在处境很微妙，在登基之前，劝我万万不要轻举妄动，以免节外生枝。朱师傅果然高明。王爷，弹劾一事应该暂缓。对，你去通知王中堂他们奏折，我先压一压。这。朱师傅对你很是欣赏啊，说你精通《论语》和《通鉴》，在治国方略上也很有见地。那是师傅过奖，小生只是懂得一些皮毛而已。过谦了，过谦了。那就按照朱师傅的意思，你先留在府内，以便我随时讨教。讨教不敢当，随时听候王爷派遣。何大人。官儿，别忙着走啊！没有，福晋还等着我回话呢。没事儿，就几句话。我问你，官儿，阿哥所这2天都来了些什么人呢？没来什么人，是来了一个朱师傅的学生，是个举子。来了几天了？都说了些什么？10几天吧。哎呀，他们什么都没干，只是聊聊天儿，说什么奴婢也有听不懂。来了10几天了。好。哎呀，我干嘛提戴大人呀？本来。哎呀，官儿做错事儿了，奴才该死。快起来，到底怎么了？官儿不小心在内务府说漏了嘴，何大人他现在已经知道戴大人在府里了，我怕他会找王爷什么麻烦。是这样，这不关你的事儿，我这就告诉王爷去，还真得防着点他。皇上，这个朱时君，他远在两广都派人结交家王爷，这摆明了这就是树立朋党嘛。你刚才说的可都是事实？奴才不敢有半句虚言。那个戴屈亨现在就在阿克索，皇上如不信，可以叫家王爷带他来传讯。俄罗里，在。传永琰，让他带戴屈亨觐见。这种担忧很有道理。和珅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的，还是小心谨慎为好。这样吧，为避免和珅挑起事端，先送戴屈亨出去避一避。一早不宜迟，这就准备送他走吧。王爷，鄂总管前来传旨，已经到门口了。皇上口谕，着
嘉亲王永琰立刻带戴须亨前往养心殿觐见钦此。不用担心，我会向父皇解释清楚的。和珅是有备而来，我们不能不防啊，王爷。我看，我还是请王正堂出面相助吧。这样也好。德廉啊，奴才在。快去请王中堂。皇上，戴须亨是朱时军介绍给微臣做幕僚的，他一进京就在毕府。戴须亨，是这样吗？回皇上话，王大人所言俱是事实。不过10天前小生刚进京的时候，确实去拜访过阿哥所，那也是遵照恩师朱时军朱大人的嘱托，前去看望嘉亲王。哦，哎，你也是朱时军的弟子？回皇上，小生的恩师正是朱时军朱大人。朱时军的弟子可都不是等闲之辈啊。你是什么出身呢？小生是举人出身。皇上，戴季亨所做的策论在京城流传一时，堪称洛阳纸贵。看来你也不是等闲之辈呀！哎，你让人家给你当幕友，嘿，是不是大材小用了点啊？是委屈了他，臣深感惭愧。那朕就给他找一个不委屈的地方。朕着你从即日起上书房行走。臣戴须亨谢主隆恩。和珅呐，你看这样安排怎么样啊？皇上如此爱才惜才，必传为士林佳话。朕得天下英才而用之，不亦乐乎？啊！王中堂，力挽狂澜，一场风波又化险为夷了。哎呀，嘉王爷这一年总算是平安过来了。过了年就是登基大典呐。和珅绝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再说，乾隆帝只是禅位，他还是太上皇。和珅依然不离太上皇的左右，所以我们要时刻警惕呀。燕朝雨墨，岌岌可危。稍有不慎，风吹木动，就可能朝复乱破。王大人所言极是。有一点你得注意啊，广钦与你不同。广钦紧跟嘉王爷，极力主张弹劾和珅呢。他只会出主意，让你抛头露面，他是不会写折子弹劾和珅的。好像这个洪亮吉又一次喝多了。他说广兴是个鬼抓狐。鬼抓狐？朕归政以后，凡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，岂能置之不问？朕仍当公亲执政。是，皇上。那部院衙门及各省提奏事件，应细村前执行。你通知各国使节，告诉他们，朕虽然归政，但重要的大事还是由朕来决定。皇上，明天禅位大典，皇上要亲自把玉玺大宝传给四皇帝。这玉玺也要交出来吗？皇上传嗣的决心乃旷世之应得，全国百姓无不万分感戴。
可是新皇帝登基没有玉玺大宝，天下人该怎么说？皇上禅位以后，那就是太上皇，应用宫中玺字第1号御宝刻太上皇之宝。4皇帝诏书首盖太上皇之宝，次盖皇帝之宝。这个按和珅的意思办。这个，另外传朕的旨意。太上皇御旨称为敕旨，仍呼朕字。起居注照常编纂，内听君称万万岁爷。逢太上皇生日，称万万寿。以明年为嘉庆元年，纪元嘉庆，但宫廷内隶书仍称乾隆61年。内外大臣庆贺请安者，具备2份呈进。凡有奏事，据著书太上皇帝，一切奏事由司皇帝奏报，由太上皇裁决定夺。钦此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
这传国玉玺还是留在您那儿吧。陆岩，把手伸过来。这传国玉玺很重很重，接过它，大清就在你手里了。儿臣一定谨记皇阿玛的教诲，保我大清江山长盛不衰。哎，吴大人，广大人，吴大人，看您脸色不大好，是不是生病了？可能是昨晚没睡好，没事。原来如此，那但愿吴大人从今天开始能睡得好，吃得香。多谢广大人关照。吴某有事，先走一步。行。吴大人，吴大人，
我，嘿，你瞧瞧他那副没出息的样子，你，哼，就是，那份德行，呸！嘉庆皇帝一登基，和中堂的地位就岌岌可危呀。是啊，那老爷，您怎么办呢？我得早做打算，给自己留条后路。是啊，是啊，老爷，您可得快点打算打算了。唉，我算上了贼船了。和珅天天拍着胸脯向我保证15阿哥当不了皇上，现在可好，人家已经是嘉庆皇帝了。唉，将来秋后算账，追究起何大人以前做过的事情，我都脱不了干系呀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？那老爷，以后您可得离何大人远一点，他的事啊，您可千万不能再掺和了。我想也是，绝不能再掺和了。是啊。老爷，何大人派刘总管请您去何府。说曹操，曹操到。就说我病了，去不了。是。刘全可没这么好答复的，我得赶紧躺下。好，您快躺下。哎，刘总管，我家老爷病了。吴大人病得可真快呀！何大人，请你一定去一趟。就是这句话，我给您传到了，去不去您自个儿掂量着。哎，刘总管，刘总管，刘总管，你慢点啊！怎么着？你还打算去啊？哎，何大人，我哪得罪得起呀？看来这条贼船，我是下都下不去了。吴大人，您得的这是心病吧？昨日偶感风寒，偶感风寒，偶感风寒，我倒是没瞧出来。不过吴大人这耳朵倒是真背了不少啊，叫都叫不住，而且我看脚底下挺矫健的嘛，这个啊。何大人的确不曾听见呢，何大人。吴大人，你真是绝顶聪明啊你啊！转风向转的是真快。不过吴大人，何某还是要说你两句，不要心存侥幸。吴大人，你觉着你还有退路吗？我这么跟你说，吴大人，无论是我还是嘉庆，我们谁伸出一个小指头碰你一下，你还有活路吗你？哎呀，吴大人呐，吴大人，宦海沉浮几十年呐，怎么定力还这么差呀？我告诉你，嘉庆登基不是天翻地覆，只要太上皇在，权力落不到他手里。太上皇对我和珅如何，这我不说你也知道吧？嘉庆奈何不了咱们。再说了，他这个地位就准做的那么准吗？废立那都是太上皇一念之间的事情，你怕什么呀你？何大人，您误会了，吴某对您绝无二心。那就好，吴大人，你只要不走错了路，何某是不会亏待你的。坐吧。谢谢何大人。坐。今天叫吴大人来，
就是因为朝局有变，跟吴大人商量商量，看看您那儿有什么好的办法、好的主意没有啊？何大人，乾隆爷一生叱咤风云，久居权力之巅，且向来自视甚高。忽然间禅位下野，他老人家能甘心赋闲吗？你看，吴大人果然是不同凡响啊，一语中的嘛。吴大人，乾隆爷不是一个安心赋闲的人，恋战之心绝不在小，只不过现在他不便表现出来就是了嘛。那就大有文章可做了。我们就利用他这个恋战之心，把权力夺回来，假公假庆，让他成个傀儡，我看他能有什么作为。对，那样他就奈何不了您何大人了。就照此计而行，吴大人，你就瞧我的吧。老爷，您还不歇息呀？你吓死我了！你怎么跟鬼魂似的呢？是您太害怕了，老爷。老爷，您是在做考场作弊用的夹带吧？胡说八道！我这是在给自己留后路呢。后路？我要把何大人以前做过的那些事情都记下来，以后还要随时补充。万一将来东窗事发，我就可以反戈一击，将功折罪。哦，这倒是个保全自己的好办法。哟，主子，这天还没亮呢，您干嘛起那么早啊？您应该啊多睡一会儿啊。再不起就误了早朝了。我的太上皇，太上皇，现在是嘉庆皇帝处理朝政了，您应该多睡会儿，享享福了。哎呀，朕都忘了，不睡了，不睡了，睡不着。哎呦。今天呢是永琰第一天临朝，能不能从容应对，处理朝政呢？是啊，一会儿皇上就要临朝了。哎，伯乐里，在，你赶快到玉庆宫去一趟，看看情况如何，回来向朕禀报。这，奴才这就去。快！德林，昨天晚上批过的奏折你都放好了？回主子话都已经放在御案上了。朕今天要召见的几位大臣都传到了吗？传到了。几位大臣都候在朝房里了。皇上驾到！
起来吧。谢皇上。何督府所奏河工一事，语焉不详，敷衍塞责，必须严加申斥。钦天监已经预测，今年是大汛之年，何督府务必在雨季之前加固黄河堤防，以防不测。臣领旨。陕甘去年大旱，今春必有大饥荒。赈灾一事要早做安排，不能饿死一个人，否则便拿你试问。臣领旨。四川的民乱有蔓延之势，究其原因，则是地方吏治败坏，官逼民反。我要制止蔓延之势，宜在围剿之时，辅以招抚之策。你们下去要依一个可行的法子，明白回奏，朕再做定夺。这还有什么要具奏的吗？奴才们没事儿了。那你们归安吧。